臣妾给太后快请安。起来，起来，免得动了胎气。皇上走后啊，我总是睡不着，总担心你出事儿。要知道，你怀的可是龙种啊！太后您多虑了，臣妾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就好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。另外，不管谁送你什么东西，都不要随便乱吃，也不要轻易让太医诊脉，明白吗？臣妾明白。什么人？大胆妖孽！来人呀！你擦过了？没有，这把剑上没有任何血迹。但是臣记得，这一剑明明刺到他身上。我也看到了，所以你才拿不住他。那太后，您的意思是？他不是人，是鬼。鬼？进来。是。南书房除了这一幅，还有别的仕女图吗？回太后，奴才对南书房的字画了如指掌，就这么一幅了。我知道了。于大人可知，此鬼魅却不是一般人。哦，是何人呢？李妃。李妃当初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，死后多年再次惊扰宫中，怕是没那么简单呐。接太后口谕，令你前往三清观，请清虚道长入宫。老奴领旨。敢问公公，怎么太后突然想起要我去请清虚道长入宫呢？哎呀，小点声，宫里出事了。啊，陶公公，知道吧？知道。那陶公公可知道这扰乱后宫的女鬼吗？谁呀？这个人来历非同小可呀，你我原来还和他有过渊源呢。谁呀？李妃。哎，快追快追！别让他跑了！快快快！那边快追上来！快快！哎！跑什么跑？往哪儿跑？我哭。
这什么东西啊？梨花带泪那种，你会不会啊？不准哭，给我笑。不是，他刚才让我哭的。他说听我的，要不然我把你现在的样子给你的云儿看。哎，哭啊！哭，笑，哭，笑，干嘛呢？笑。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哎，小蘑菇，记住，吃亏是福。对，吃亏是福，道理都是你讲的，罪都是我造的。我不要当狗，我要做大侠。住口！之前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句话千万不要随便乱说，不然的话，我可保不了你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那我今天受了委屈，你得补偿我。我不想吃糖了。要不我带你出宫玩去？带我出宫？带我出宫？小老头儿，去哪儿呢？我们太后叫我出宫去找仙人。找仙人？对。天下没有任何男子可以抵抗我，你为何待我如此？此处荒山野岭，前后并无人家，又怎会突然出现一个奇女子？况且我们修道之人最懂得清规戒律，与你这等货色，又怎会入眼？小道士是入不了眼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敢看？你说你修的是清规，那你看我呀？哼，看都不敢看，说明你心里有鬼。刚才是什么意思？师父，师父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云游，你专心修炼吗？方才徒儿在幻境中看到那个女子是谁？为什么结局会是那样的？刚才你所看到的，就是你真实的未来。你修炼到了最后一场劫难，如果渡不过去，就是刚才的下场。那徒儿该如何是好？这是什么？日月神鼎。日月神鼎？对，只有找到它，你才能度过最后一次劫波。那这神鼎现在何处？
徒儿该如何找到他？天机不可泄露，自有天意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慢点，慢点。小老头，你这还有多远呢？这仙人怎么住这么高啊？我不走了，我再走我脱水了我。那就歇会儿。哎呦，站住别跑！哎，哇！哎呦哇！大侠，大侠，哎，对，哎呀，大侠呢？哎呀，什么大侠？不是做梦吧刚才你？有个大侠，特别帅大侠，搂我腰那个。走走走走走走。我天哪！仙人居住这破地方。请清虚道长接旨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小老头，你看看这现在有人样吗？哎，礼数礼数，什么礼数啊？小老头，你看啊，这蜡烛，这香火，你一看就是没有人嘛。那我们去找找。那我去后面看看。哎哎。你在干什么？大侠，大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大侠。你是谁？你还在抱着我的腰了着，你不记得吗？大侠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崇拜你了，大侠。哎，叫什么大侠？叫道长。你们二人是什么人？擅自闯我三清观？我们是从皇宫来的，奉太后之命，请清虚道长入宫。哦，我师父现在不在关中。哦，那他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。二位请回吧。道长，请留步。道长，尊师不在，能否辛苦道长和我们走一趟？对呀，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为什么？我想请道长回去给我们做个见证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口说无凭，没法和太后交代。此事与我无关，二位请回吧。走吧。哎，你在门口等我，我去搞定他。
大侠呀，近看你的轮廓是又深邃又明朗，简直跟神一样好看，一模一样。我是不会和你们回去的，你走吧。大侠，我觉得我们2个人呢是有不解之缘的。你看哈，在我们没见面之前呢，你在梦里就救过我的性命，是不是？要不是天意的话呢，咱们又能在一起呢？见面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觉得呢，你不能这么伤害我的感情，我怕我会伤心的。还想被绑起来？那倒不是。滚！我可能太困了，我走了，大侠。陶公公啊，陶公公啊，你看我。大侠，我就跟你开了个简单的小玩笑。你们太过分了。不是我。方才显示的是哪里？这是皇宫啊。皇宫，残卦显示皇宫，莫非是天意？哦，对，天意，就是天意。要不我们走？小臣见过白巫师，总算是见到族人了。大汉还好吗？明朝的大军正在北上，我们晚了，现在正面临灭顶之灾。我明白，大汉是催我快一点找到日月神鼎，对吗？公主圣命，大汗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回去转告大汉，这件事儿我很快就能办妥。有人说，公主在皇宫里待久了，会恋上皇宫的荣华富贵。这叫什么话？放心吧，现在计划进行顺利，一切都按步骤进行。我一定不辱先祖，夺得神鼎。退下吧。是。好重的妖气。大侠，千万不要被这个皇宫的阵势所吓到。这皇宫方方面面呢，都是我的地盘。你一旦迷路了，你就提我的名号，我叫小毛物，没有人会不知道我，都会保你安全。大侠，你看我一眼行不行？你不看我，咱们怎么交流感情呢？闭嘴。大侠，你换句词儿行不行？你换一个更有感情色彩的词儿。滚！连骂人都这么帅，没谁了。于大人，侯公公，这位小道长是？他是三清观的天目童道长，这位是首辅大臣。太后请谦虚道长前来降妖，道长不在，所以只有请小道长陪我来回禀太后。我与清虚道长有过几面之缘，今日一见清虚道长的高徒，也是一派仙风道骨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小道长若介入此事，可得不被外力所蒙蔽呀。此事不仅仅是捉妖那么简单。
可能还会涉及到重要人物。受教。我先告辞了。道长，前面就是太后的寝宫了。怎么，清虚道长返老还童了？回太后的话，清虚道长云游去了，就剩下这位道长留在观中，所以奴才才请他回来做个见证，请太后恕罪。罢了罢了。小道乃是清虚道长的徒弟。据我所知，清虚道长从来就不收弟子。无量天尊，师父，徒儿。小道长果真有些本领。太后啊，你的鸟怎么说死就死了呀？听说清虚道长能让死物变活，不知道他的弟子是不是也有这个法术？小道不妨一试。活了，活了！小道长神通广大，就留在宫中降妖吧。你在干什么？不是，刚才那东西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？道长，请留步。道长法术高深，本王甚是敬佩呀。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陶公公，道长的住处安顿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不如就住在本王府上，早晚也能讨教一样。启禀王爷，道长已经答应说，住我那儿了。对，住我那儿了，是不是？此话当真，道长？说他不过是个太监。太监怎么了？太监住的地方都下贱。于修道之人，眼中并无贵贱之分。那好吧，陶公公，听说你前二的刘公公刚死没多久，那就让道长住在他那儿吧，也好有个伴儿。这多谢了。哇，这屋也太破了，这什么都没有。不是，道长，你这是能住人吗？这有什么不能住的？这地方总比我们山洞里好多了。没事了，你们两个先回去吧。干嘛呢？你说我师傅那屋什么都没有，我不得给他拿点东西吗？哎呀，我们压根儿就不该请他进宫。咋的，小老头？你是怕我师傅打不过他呗？我是说，这个道长太天真了，法术再高也斗不过心术啊！哼，小老头，你自己郁闷吧，我走了。
你去哪儿？别再惹祸！道长，你醒了。道长，你醒了哈，来，先吃饭，咱先吃口东西。我不吃饭。你看，不吃饭可不行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是不是？这叫道法。我们修道之人，通常几个月都可以不吃不喝的。那不吃饭啊，那省粮食也好。那睡觉呢？我不睡觉，只要打坐片刻，就相当于睡一宿。那也不吃饭，也不吃。那这个你得用得上吧？这是什么？这个鹑鹕。如此秽物，不是，快把它扔出去！你干嘛呀？我是来伺候你的。我不需要人伺候，你去找陶公公吧。师傅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收了我吧，好不？以后别再叫我师傅。小蘑菇啊，走。哎呦，道术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那呀，得看他的法力如何了。那个会变化的道长呢？他厉害吗？这个呀，母后也不知道。不过呀，外面稀奇古怪的东西多得很。六王觐见。六王叔好。六王来了。参见皇后。臣有些后宫的事要跟皇后商议。平儿，那你去御膳房准备点点心，我和李六王叔要商量点后宫的事。好。那等我回来之后，母后你要继续跟我讲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哦。好的，记得拿点心哦。你和那个小道士聊得如何？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本王本想拉拢他，谁知他根本不予理睬。哼，一个小道士不知宫中规矩，也是习以为常。我们现在正是用人之际。哼，要不是看他有点法术，本王才不会搭理他。也许那个小道士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，他根本就看不上你的小小恩惠，也许他要的更多。对了，今天太后召见了于大人，这老狐狸似乎想趁着皇帝出征要垂帘听政。于大人可是皇上身边的人，他不可能袖手旁观的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有刺客，抓住他！
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小蘑菇，我来给你送桂花糕啊。云儿，走。啊，以后我就住这儿了。道长住这儿，我就跟他住这儿了。是吗？你看看啊，太好了！你要是学会了道长的法术，他们就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你说的对，云儿。我看看到时候谁还敢欺负我小蘑菇，那时候真叫没谁了。师傅。什么师傅呀？刚才有。快追！于香荣。那个云儿啊，你先回去啊。你先回去，你把我尿壶也带上。好，我去看看啊。好。哎，小蘑菇，你小心点啊！我知道了。云大人，不好了，那女鬼又杀人了。在哪儿？随我来。大胆！云大人，你不要杀他吗？小蘑菇，怎么会是你呀？云大人。他是太后派来请来捉妖的道士，你杀他干嘛呀？太后请人，我应当知道，怎么会请他这个三脚猫？你给我让开！这位云姑娘，你就别闹了。如若不然的话，我就向太后禀明此事，说你和那女鬼是同伙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你和那女鬼不是同伙，为什么你刚才跟我跟得那么近？而且，我刚才明明已经知道那女鬼的行踪，如果来得再早一点，这个宫女就不会死。三脚猫就是三脚猫，画符捉鬼你倒不行，栽赃陷害倒是你的老本行。哼！既然你口口声声地说你知道这女鬼的下落，那我问你，这女鬼长什么样子？身高多高？穿黑穿白？头发多长？是胖是瘦？你知道吗？哼，答不出来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要行骗到别的地方去，这可是皇宫。要是一不小心被戳穿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恕不奉陪。你等等！哎呀妈呀，太帅了！这个臭道士也太不把咱们锦衣卫当回事了。是啊。那咱们就帮云大人出出气。来，你们过来。女鬼杀人了！女鬼杀人了！女鬼杀人了！你们是？快，女鬼进去了。快！起来！行啊，陈大人，您这招厉害呀，让这小子再得意。
怎么着忘了？这还差不多。你这小崽子，这2天跑哪去了？也不知道给我来请个安。哎呦，公公亲点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哎。云儿，你回来啦！你是？小道天木童，无意冒犯，还请姑娘见谅。天木童，你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道士呀？哎，你让我看看你啊！哎，道长，你流鼻血了，我帮你擦擦。没关系。不能进去！在下奉命抓妖道，让我们进去！让我们进去！不行，你们不能进去！云儿，怎么回事？公主，锦衣卫非要进来抓妖道。是道长以为我被妖孽袭击，专门过来保护我的。你让他们走吧。是公主。哼，你们快点走吧。原来是公主殿下。道长，叫我乐平就好。哇，好帅呀！太恐怖了！哎，小蘑菇，你干嘛呢？狗有鬼啊！哎，过来！哪儿有鬼啊？那鬼不就在那儿了吗？哪儿有鬼啊？不是，刚才明明有鬼啊！刚才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了，大长手指甲子，大眼珠子，穿一身薄薄的衣服，太吓人了，太恐怖了！你知道吗？他就在那儿。哎，小老头，你干嘛呢？啊不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走啊，小老头！哎，你有本事你抓我！我的妈呀！你快走啊，小老头！你干嘛呢？再来一圈，要不就……太恐怖了，太吓人了！小蘑菇！师傅，我就知道是你，还好你来了，要不我就死在女魔头的手里了。他太恐怖了，师傅，太恐怖了，师傅。陶公公，我掐死你！我让你打我，我让你行。天不同道长，有什么事？陶公公，你跟这个女子认识吗？哼，天目道长说笑呢，我怎么会认识她呢？刚才我连老命都差点没有了，我回去歇着了。喂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从今天起我就住这儿。你不能住这儿。我为什么不能住这儿啊？我小蘑菇无父无母的，好不容易捡来一条命回来，师傅又不要我，还不让我在这儿住，
你说我容易吗？我上辈子是欠谁的了？我是……你看什么？真是奇怪，你怎么能流这么多泪水？不，因为我伤心吗？伤心是什么？伤心，就是那种特别迷茫，心里乱乱的，然后没有安全感，这样子。那是不是师傅让你住下来，你就没有这种感觉了？真的吗？师傅，你答应我了是不是？从今往后我就住这伺候师傅了，太棒了。我不能让你伺候，不能。不能？这有啥不能的？云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带走妖女。这妖女与我有很多用途，可否交由我处置？如果我不答应呢？既然这个妖女已经被捉住，就应该尽早处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再说了，这本来就是我们锦衣卫的职责，你一个道长，承担不了后果。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这个妖女身上还有太多谜题。况且，这个妖女是我抓的，理应由我向太后禀明此事。云姑娘这么心急，难道是想独自向太后禀明此事，独吞功劳？你要再试一次吗？走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再大的执念你也该放下了，你就入土为安吧。公公，道长，这大晚上干嘛去啊？你干嘛去啊？六王，这么晚你去哪儿啊？此事疑点甚多，本王去找云香容。云香容。陶公公跟这位姑娘是老相识啊。道长，哎，陶公公，快亲起。李妃生前善良，她死后就别让她再遭罪了。可这个人既不是李妃，也不是什么女鬼，她是一个大活人。主人，属下监视天目童时，得知原来女尸是受人控制的。静观其变。女尸被天目童强行扣留，她搬出太后，锦衣卫实在奈她无何。区区一个道士，入了宫就当自己是号人物了。放心好了，不就是个道士吗？用完之后把他扔出宫去便是。只是这女尸从何而来，你去给本王查清楚。小道天目童，无意冒犯。你说，怎么会有这么有风度的人呢？就像一个仙人一样，长得很好看。哎，公主，要不我带您去见见他？
去见他，总得找个理由啊。嗨，我们就说去看看抓的妖怪呀。好啊。哎，云儿，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？哎呀，公主，您穿什么啊都好看。小蘑菇，云儿，云儿，你又长个了，云儿。哎，你是专程过来找我的吗？专门过来找你的，干嘛我还在旁边啊？显然是专程陪我过来的。云儿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不能惯他这毛病，你知不知道？小蘑菇，我是公主，我让谁听话，天经地义。你怎么从来都没有怕过我啊？不是公主啊，我觉得呢，作为一个公主呢，一定要平易近人。你得了公主病，你知道吗？你管我是不是公主病，你才是太监病。你再说，我砍你头。好吧，你赢了，赢了，公主，你说吧，找我来什么事儿？道长不在啊。你说道长我师傅不在。道长是你师傅？必然的吗？要不我能跟他住一块儿吗？不想想。那如果有一天我成了你的师娘，我肯定让你师傅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给你。我师傅呢，不一定喜欢你这个类型的。我是公主，道长怎么会不喜欢我？不过，我总得知道道长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有什么想要的，才能博得他的喜欢，是不是啊？我师傅不吃不喝不拉不睡，一门心思捉妖怪，除了妖怪就是妖怪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妖怪。妖怪？那哪里有妖怪呢？这儿有啊。是吗？那我们去捉一只，送给你师傅怎么样？别，公主，不行，我师傅让我在这就为了看妖怪的，不能看啊，真不能看。那好吧，云儿，我们走吧，这儿没什么好玩的啊，白来一趟。哎，别，云儿，公主，公主小心眼啊，没意思啊，这样。这样吧，公主，就看一眼。没问题，就一眼，好不好？看一眼，看一眼。别乱动啊！我跟你说，就一眼。走，云儿。参见母后。你这么着急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天目童声称妖女身上还有秘密，要进一步研究，于是他把妖女和自己关在了一起。哦，有这等事？那你让锦衣卫赶紧把那妖女处置了。天目童说：“这都是您的意思，是您给他的全部权利，锦衣卫也不敢轻举妄动啊。”岂有此理！你快叫天目童过来见我。是。王爷，昨天的妖物你可见到是何模样？是个女鬼，面容还算姣好，但具体什么模样，属下实在描述不清。所以，王爷的意思是？说来也怪，为何太后会对此事如此上心？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鬼？等明天押送过来时，本王倒要看看这被人捉住的鬼到底是何样貌。明明都没有动嘛，有什么可害怕的？公主，你可不知道，他动起来，大大的眼睛，被手指伸出来。小蘑菇啊，我特别……这是什么呀？道长抓住了妖怪，可喜可贺。只是为何把妖怪仍旧留在宫中，不让锦衣卫处置呢？那妖女身上疑点重重，我想一探究竟。不必了。既然这桩案子已经了结了，就尽快收案吧。道长把妖女交于锦衣卫处死，免得日后再次扰乱宫廷。太后，这李妃是谁？我的妈呀！
我这个不是，我拿它干什么呀？我。李妃是皇上最宠爱的一个妃子，年纪轻轻，突遭不测，已经死去多年了。这李妃是怎么死的？一场大病而死。如今宫中人心惶惶，为免再生枝节，还是尽快结案为好。可是那个女人，她根本不是什么魔鬼，是个活人。什么？她是一个有着李妃样貌的年轻女子。这个女人被人控制。宫中并非鬼神作怪，而是人在作怪。再给你3天的时间，能否找到幕后主使？我尽力而为。小道长来宫中的目的，到底为何？敢问太后，您可知道日月神鼎？这是宫中的宝物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师父在卦象中看到的，日月神鼎被妖孽所纠缠，而且宫中之事多半与神鼎有关，所以派我来看看。休要胡言乱语！神鼎好端端的在皇帝手里，哪会有妖孽缠绕？以后再也不要提神鼎之事。小蘑菇，公主，哎，小蘑菇，师傅，我这其实我没怎么动它，我你看看吧。道长，公主，这道长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好害怕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道长，臭道士，连公主的便宜你都敢占啊！哎，公主，你别误会，我没误会。你个酒肉道士，不仅不守宫里的规矩，功夫也三脚猫。我现在就帮你杀了他，提前处置了他，免得你再放他出来害人。住手！公主，妖怪留给道长，你护送我回宫。公主，怎么你还敢抗命？不敢。走。那个，鱼儿慢走啊！那公主也慢走啊！师傅。哎呦我去！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师傅，你能不能把它借我玩啊？闭嘴！不是师傅，我绝对不会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了。我发誓，行吗？我不相信你。还有，
以后别再叫我师傅。嗯。这我，哎呀，哎呀，嘿嘿嘿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。哎呀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说说这是不是老天给我的礼物？你说说，从此以后我小蘑菇不是也有人伺候了吗？我还享福。你在干嘛？师傅，他刚才跟我玩游戏来着。滚！好的。这里没你事儿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住手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害我性命？快把他给我拿下！是，说是谁指使的你？娘娘，娘娘，你有没有事？穿太医。是。妖女捉住了，宫中的乱子也快平息了。太后这段时间实在是太操劳了。唉，皇帝出征，只能我老婆子来维持局面，也难得你有心来请安。臣妾不能替您分担，实在是太惭愧了。不过听说那小道士武功高强，那妖女现在就藏在他的住所。你看到那妖女的样子了？我哪敢看，
不被捉住就阿弥陀佛了。不过不知道太后要如何处置那妖女。你心软，听不得这些，还是不管为好。太后体谅我就是太好奇了，也不知道皇上近况如何，臣妾心里担心的紧呢。前方来报，一切无忧。要是后宫再多几个像你这样谦和懂事，又一心一意对待皇上的嫔妃，这后宫啊，可就安宁多了。太后，宁妃娘娘现在已经好转了。这太好了，我得去看看她去。太后，要不臣妾替您去看看宁妃。庄妃娘娘到。扶我起来。哎，好妹妹，快坐。好妹妹，你可好些了？有劳姐姐挂心，要不是腹中有龙种，恐怕也熬不住了。没事就好，这才是福大命大呢。不过这宫中怎么就突然出现了鬼魅，让人不明白。最开始出现在宫中的还能有谁啊？只是不想让我怀上这孩子。你是说皇后？皇上这么多年子嗣担保，除了皇后娘娘的一个乐平公主之外，其他妃子怀孕就要发生意外呢。好姐姐，看在皇上的份上，替我照看这孩子。我实在是想为皇上留下个一儿半女。妹妹放心，姐姐肯定不让你们母子受到任何伤害，放心。小蘑菇，哎，别跑啊！往哪儿跑啊？哎呀，小蘑菇，这么久不见，也不过来给爷请安了。是啊，你看你脸都吃胖了。你们快走吧，打两下得了。我师父一会儿回来，他脾气暴，我拦不住他。我脾气还暴呢？那你脾气不好，你改改呗。你小子是不是忘了自己带不带把了？来，兄弟们，给他解开！来，给他裤子解开！赶紧看看他有没有，赶紧！来，抓住他！干嘛？解开！叫你飞了！过，赶紧解开！过，给他哎，你们快！那天是不是你让我哭来着？来，哭，梨花带泪的那种哭。对，你手啥？你给我笑。对，大笑。怎么不会笑？是不是不会笑？教他怎么笑。对吗？是吧？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蘑菇爷爷呢，就饶了你们。这样，刚才不是请安吗？以后每日此时准时来这里向蘑菇爷爷请安，听到了吗？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哎，就这样啊，特别诚恳，特别好，就这样，是不是？饶命！
谁？哎呀！哎呦天哪！我就带他溜达溜达去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，这回来师傅不骂我了。今天叫你们来呀，是满足你们一个迷思。前段时候宫中不得安宁，现在终于平息了。我知道你们好奇，这个妖怪到底是什么来头，为什么凭空出现？太后，妖怪抓住就得了，咱们呐可一点也不感兴趣。如果我说根本就没有妖怪，是有人做出来的妖怪，而且还是长得像去世的李妃模样的妖怪，你们也不好奇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？长得像又怎么样？这人呐，死了就是死了，难道还对他念念不忘？庄妃，你说说。有人利用像李妃的傀儡出来生事，到底有何目的呀？臣妾认为，用逝者的身份来扰乱现在，其心可诛。哼，好一个其心可诛！快，保护太后，护驾！快护驾！保护太后！袁大人，那个女妖就是小蘑菇放走的。我，师傅，不是我师傅。滚！是一个白衣女子带走的。你给我让开！他犯了罪，又放走了妖女，理应被我带走。是我让他放走的，这件事情与他无关。你这是在跟锦衣卫作对是吗？既然这样，我连你一块带走。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理由，我会去向太后禀明此事的。那如果女妖再作乱怎么办？我以性命担保。女妖不但不会作乱，而且这件事情不日就会水落石出。不好！太后，小道救驾来迟。天目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妖怪是你放出来的，你看管不力，惊扰太后，该当何罪？太后恕罪，在下如今已经找到了查出幕后之人的办法，恳请太后让我戴罪立功，隔日公开审问傀儡，查出凶手。哼，笑话！你刚才也看到了，傀儡女妖如同行尸走肉，你如何审问？太后，天目童之言纯粹无稽之谈，您啊不能再相信他了。皇后请放心，我有十足的把握。如果此次我失败的话，甘愿受罚。好歹也是道长及时赶到，老身也算被道长救了一命。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多谢太后。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。若再没有把握好，道长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你也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天目童，既然这人不是你放的，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说了又有什么用呢？只会连累一些无辜的人。况且，确实是我看管不力。妇人之仁，
云姑娘也是有恻隐之心的人，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场，你也会这么做的。你又怎么了？师傅，我连累你了。没事啊。师傅，要不你骂我吧，要不你打我，要不你蹂躏我，你这样我心里不舒服。师傅，你说明天要是审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你说，要不我们私奔吧，行吗？跟女孩子一起逃，那叫私奔。跟你，跟我，好，可以啊。那我就明天跟你一起死，反正能和你死在一块儿，我也是很开心的。你说是吧，师傅？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别过来啊！我要去找妖女，好好聊一聊。跟女妖单独聊聊，那乐平不就没戏了吗？锦城啊，最近那个小道士那边有什么情况吗？回娘娘，这个天目童天天带着女妖关在屋内不出来，没什么动静。刚刚那个是不是现在经常跟小道士身边的小太监？回娘娘，是的，这个小太监叫小蘑菇，他平日里是油头滑脑，可是自从跟了那个道士以后，突然整个人都变了，到处飞扬跋扈。哼，这也难怪嘛！现在小道士得势，跟班的还不跟着哗众取宠啊？你把他给我叫过来，搓搓他的锐气。这皇宫可不是一个小道士就能搅和的，顺便了解了解道士的情况。是。小蘑菇，你给我站住！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，听说你最近跟天目道长走得很近啊？并没有，娘娘，您离我最近。哼，那天目道长最近对妖女的案子有研究出什么方法没？哦，我师傅啊，他把这个案子已经还那样。哼，那看来天目道长的道法也不是那么强嘛。嘿，皇后娘娘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师傅可厉害了，他已经把那个妖女给也就那么回事儿，还那样。好吧，你下去吧，没事了。哎，我走了哈。娘娘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哼，那小道士肯定琢磨出些什么，不过肯定也没告诉这个小太监。放就放了，以后多盯着他点儿。是。主人，天目童即将公审傀儡。静观其变。你是谁？
怎么会连字都不认识呢？你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太后有旨，请天目童道长押解女妖进宫。道长，就算是和她相貌长得差不多的人，我也于心不忍呐。就别让她再遭罪了。你放心吧，是谁的错，最后就让谁来承担。道长平息了后宫之乱，值得嘉奖。不过，这个妖孽该如何处置呢？回禀太后，这位姑娘并不是李妃，也不是什么妖女，她只是一个长着李妃样貌的人。她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操纵了，她是无辜的。被操纵？那这些事儿也都是他做出来的。她被操纵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，醒来的时候也没有记忆，而且她还可以帮助我们戴罪立功，帮我们找出这背后的操纵者。难道操纵者就在后宫？操纵者就在后宫，只要我们能够把他们集结起来，小道就能够用道法让这位姑娘把她给找出来。